一陣咧2點鐘就會掛8號風球啦，似乎咧呢個華嘉沙咧都係幾犀利嘅嚇，因為咧每一次咧我留意到，無論打8號或者打10號風球咧，越大嘅颱風之前就越風平浪靜嘅嚇。咁啊，大家即係見到啦啊，我好靜嘅呢度啊，冇乜風，好舒服。咁所以咧，趁今朝有時間咧，就同大家又傾下偈。打風咧都會見到有好多朋友啦嚇，將啲膠紙啊貼喺啲窗度嚇。咁呢個咧正正都係一個好好嘅保險概念。其實保險嘅概念係好簡單，好似今次颱風咁啦。我哋知道有機會遇到一啲損失，甚至乎有機會遇到一啲災禍，我哋只不過預先去做一啲防禦措施。究竟我哋係買一個普通嘅封箱膠紙，定係買一啲強力啲3M 嘅膠紙即係去保護屋企呢？呢個就豐儉由人啦。人生裏邊呢，我哋會遇到好多事情嘅唔單止係生老病死，人生裏邊呢，我哋仲有好多不確定，有機會突發嘅事情。好多時呢啲人客呢都會覺得，哎呀你保險有咁多不保事項，甚至乎你都唔係乜都保嘅，咁點解我要買啊？調翻轉，如果你係保險公司，你能唔能夠承諾乜都保呢？點都賠呢？即係我覺得會有一個咁嘅商人會去做一啲不切實際嘅承諾咯嚇。不過你話保險行業喺香港專業就係因為有過百年嘅歷史，同埋有好多個案例，而令到嗰啲條款呢可以越嚟越更新到保障到投保人之餘，亦都保障到保險公司嘅利益唔好因為一啲人睇到保險條款嘅漏洞或者一啲寬鬆而去索償一啲無理嘅賠償。即係大家都公平啦，我覺得。颱風一嚟到呢，我諗好多人都會比較緊張家居保啦、旅遊保啦、汽車保啦呢啲呢全部都係我哋生活裏邊有機會遇到嘅。我今日都有朋友去泰國啦咁另外亦都即係揸車出街，好多人係車主啦。咁你話家居保，個個屋企都有財物㗎啦咁究竟我哋有冇買對啲保險呢？咁有陣時我哋可能會因為屋企哇真係新裝修好靚，我哋買家居保咁但係可能個投保人都忘記咗，其實最重要呢係佢自己，因為有佢先至有所有嘅財富，有佢先至有所有嘅財物，冇佢呢，其實就所有嘢存在都係冇意義都提啲人就係喂，你會為車保去買保險屋企啲嘢，你覺得裝修好靚，你去買保險咁旅遊咁有啲咩事發生，咁你又會買保險。咁有冇諗過自己都係最值錢嗰個呢？其實最珍貴就係你自己。所謂生財都係你自己。咁點解你唔為自己買一個你認為有價值嘅人壽保單，甚至乎危疾現金保障，亦都買一個好啲嘅醫療保險保障自己喺呢一生遇到有啲咩災禍或者啲突發事情你好預計不到嘅，咁都能夠減低你嘅損失呢。任何保單都好啦，都唔能夠話乜都保，亦都唔能夠話乜都賠即係希望大家唔好有呢個錯誤嘅期望。但係我哋能夠咧係根據條款合條款之內咧，保險公司咧就會合理賠償呢一個我對香港所有保險公司咧都係好有信心最緊要我哋申請賠償嘅時候咧，有足夠嘅資料俾到保險公司。咁保險公司係即係冇得話唔賠噶嘛。但係最重要咧就係當我哋投保嘅時候咧，一定要至高誠信即係我本身會唔會已經有病咧？甚至乎喺家居保，喂，原來我之前間屋都試過有浸水又試過窗口爛咗，或者有啲咩大問題，你維修好之後，跟住你而家嚟買，其實當你買嘅時候，你想安心，你係需要申報俾保險公司知，曾經之前試過有咁嘅事發生咁保險公司知道啦，跟住佢都接受你投保，
冇理佢有冇加撈迪啦，最緊要佢接受，咁你莫安心你張保單將來係有得賠咯，就唔需要將來去爭拗咯嚇。無論你話自己嘅健康申報嚇都係嘅嚇，即係你有好多嘢你會覺得可以隱瞞得到咩？我覺得難啲咯嚇，即係近期我都有個人客，咁佢咧就即係好搞笑，佢哋一班同學40零歲啊，都係一啲專業人士，仲有一個就係我嘅客人，咁佢有一日咧就同我飲開咖啡，就同我講啊 Miss Chow， 想問下你咧，我嗰日同班同學傾偈，咁個同學咧佢就想買自願醫保。佢就問個問題就係如果佢而家喺國內去驗身，知道自己即係有啲病，可能擲界啦，唔係大件事啦。其實查唔查到嘅咧？保險公司到時候又會唔會即係有冇得保咧嚇？咁佢就問我呢個問題嚇，咁跟住我咧就答個人客就話其實而家我哋所有自願醫保啊，或者一啲高端醫療都好啦，就每間保險公司你喺網上咧公開網站，你都可以揾到佢哋，譬如喺國內嚇有千幾間嘅醫院咧係佢哋受理即係3甲級嘅醫院啦嚇咁。佢哋因為先識寫 cam form 嘛，咁我話如果你去得跟進身體，你都唔會即係求其揾間診所啦嚇，正常你都係揾一間即係你覺得係可靠性高嘅診所去跟進身體。咁佢哋去到3甲級，咁一定有病歷記錄。保險公司當佢有懷疑嘅時候，事實上佢真係可以查得到嘅喎。你要同你個朋友講，唔好咁傻喎嚇，諗住去深圳附近一啲醫院，跟住跟進身體，知道有冇事，即係例如原來知道有啲 fatty liver，我報俾保險公司知，嚟到香港我就話自己健康，因為香港冇病歷啊嘛，咁買自願醫保，咁我話唔好咁傻咯嚇。其實保險公司係講至高誠信嘅嚇，即係最弊係咩咧？就係10年之後即係真係有事，當肝 cancer， 咁而保險公司又查到你嘅病歷，冇得賠，咁但係你就知咩事啫，但係你屋企人唔知咩事喎嚇，咁你嘅屋企人跟住又去東張西望講冇理由唔賠喎嚇，點咁就呢一個循環唔係一個恰當或者唔係一個正向嘅我哋將風險管理、風險轉移嘅循環咯。橫掂2點鐘都打8號風球啦，咁風平浪靜出嚟拍少少短片，咁等大家咧可以喺呢一個打風嘅時間都睇到我哋嘅短片，希望你多多支持。我係 Miss Chow， 過去呢幾年喺疫情咧製作超過365條保險知識短片，目標咧就係希望投保人咧能夠認同保險嘅存在價值同埋保險顧問嘅存在價值。如果你都認同嘅話咧，記得 subscribe 同埋俾心心我哋，千祈唔好吝嗇撳個掣 ，OK 嚇。咁同埋如果你話你做緊嘅工作，你覺得發展有限，亦都希望做一份有使命感嘅工作咧，歡迎你 DM 我飲杯咖啡，睇下我哋有冇機會做合作夥伴嚇。我哋嘅工作嘅使命咧，幫投保人計劃未來，將安心開心帶俾每一個家庭。如果你都認同嘅話咧，就DM 我，下次見。